南投埔里的广兴纸寮，因为疫情用要载袂掉，加在有文化部的补助渡过难关，所以特别来举办成果发表会，要让大家了解手工纸的工艺甲历史文化。 传统手工制作的产业是南投县无形文化资产，虽然因为疫情影响和经营陷入空前的困境，不过经过文化部的辅导，佮重新站起来，在各界见证下发表成果。那这次的展览就是展现广兴一直以来坚持的手工纸艺的传承，然后保存以及创新。 为了支持地方无形文化资产，除了纪念国际大学的协助，将这个艺文结合地方创新发展，埔里镇公所嘛推动手工纸的运用。用50%的香菇，用50%的纤维落去做起来纸，我感觉这足高级的吼。 广兴纸寮推动传统手工制纸的文化产业，目前已经传到第3代。透过这场手工纸专业展览，让大家了解手工纸的工艺甲历史文化。 我是吴依璇，想要跟我一起看新闻吗？现在就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下订阅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